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稅務的事，我係阿的。今日咧就想簡單同大家講一講啦。如果持有一個經營管理簽證嘅朋友入到嚟日本，咁一年落嚟咧，到底要處理啲咩稅啦？咁可能朋友咧就會擔心，到底一年裏邊到底有咩稅要繳？又會擔心有啲係未準備好或者係漏咗啦，大家都好擔心嘅。又有啲到底係屬於個人啦，定係有啲係屬於公司嘅？咁今日就簡單同大家講一講啦。持有經營管理嘅朋友啦，基本上你哋都會開咗一間公司啦。咁公司成立咗之後啦，咁你哋嘅謄本、你哋嘅定款咧，都會話咗俾你聽。你成立嗰一日，由成立嗰一日咧，就到翌年嘅上一個月嘅月底，咁咧就叫做一個稅季。咁咧完咗嗰個稅季之後咧，你哋咧就要揾稅理士啦，佢要同呢間公司咧做一個 audit 啦。audit 完之後咧，就會產生咗一個叫做決算報告書。決算報告書裏邊咧就會寫清楚到底咧該年咧咁到底賺咗幾多、蝕咗幾多、經費幾多，咁同埋咧都會計咗出嚟啦，到底要交幾多稅嘅。咁交嘅稅咧，我哋個名稱咧就叫做法人稅啦、地方法人稅啦，或者叫事業稅啦，咁樣有啲稅，有啲稅單，咁到時咧你就交咗佢。咁呢個稅單呢啲費用咧係全部都計公司嘅，因為公司賺咗錢啊嘛，或者都係公司嘅，咁公司嘅嘢就公司自己處理咗佢。之後咧就第二樣咯喎，咁因為本身你係法人啊嘛，咁公司每個月咧都會出糧俾你，咁你出咗糧之後咧，咁你會累積一個錢啦，嗰個錢咧我哋所謂嘅入息啦，咁一年落嚟嘅入息咧，我哋咧就會要去到年底嗰陣時咧就要處理呢個入息稅申報啦，咁我哋就會叫做年末調整，年末調整咧就會發生喺每年嘅12月嗰陣時。就當你一年完咗之後啦，咁咧我哋咧就要將啲入息咧要報告嗰陣時咧做咗個調整，到底譬如話有啲乜嘢係可以抵扣稅嘅，可能你有啲額外嘅保險啊嗰啲諸如此類嘅支出，全部喺年底度咧就入晒落去之後咧，做咗個調整之後咧就會計出嚟個入息稅要幾多，入息稅計好咗之後啦，咁你哋就要繳付啦。咁呢個部分咧，你亦都可以揾你哋嘅相熟嘅稅理士啦，就去同佢講要處理埋佢哋嘅年末調整啦，即係每一年嘅年底嘅入息稅。咁呢個咧係第二個稅，咁呢個稅咧係屬於個人嘅。好啦，咁啊再嚟咯，咁啊有一啲比較可能唔喺個稅季裏邊，亦都唔喺年底發生㗎啦，就會有一個好似呢啲叫做市民稅、住民稅、森林稅，係啦。咁呢啲稅係咩稅咧？咁呢啲稅咧就係話，如果你已經喺日本住滿咗一年，日本嘅地方政府咧就會向你收取呢個費用。呢個稅咧係以你嘅收入按照比例去計算出嚟嘅。呢個費用咧係屬於個人嘅。咁但係咧有時咧你會好奇問，咦點解呢個市民稅、富民稅咧係會寄去你公司度咧？咁因為本身每一個人啦，咁其實每個月出糧嗰陣時咧都會俾公司去做一個預扣嘅。咁其實呢個市民稅、森林稅咧，其實已經喺你出糧嗰陣時咧，就俾公司預扣咗呢個稅。咁扣起咗之後啦，咁到咗適當嘅時間咧，咁就要需要繳付，咁係由公司代你繳付嘅。咁但係實際上咧，呢個錢咧，因為本身係預扣咗，其實呢個錢係本身係屬於你個人嘅。咁即係話一年落嚟，咁有3個費用。第一個費用咧就係話喺你間公司 audit 咗之後啦，咁你要繳付嘅法人稅、地方法人稅啦，呢個係屬於公司嘅。咁之後咧，翌年嘅年頭咧就要繳付嘅就係完全稅，呢個係屬於你個人嘅。第三個咧就係頭先提到啦，就可能會喺每一年嘅5月同埋6月之間，你就會收到一個大信封。呢個信封咧就係寫住市民、富民、森林稅咧，呢個係屬於個人嘅。咁咧今日咧就簡單講到呢度啦。咁多謝大家收睇稅務的事，我係的，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